想做海外业务，港区服务器没合适配置，美区延迟又高到离谱，你是不是也卡在这儿了？浪浪云为了解决用户的困扰，现在推出了最新的新加坡服务器。相比其他动辄美区、日区的海外服务器，新加坡距离更近，延迟更低，响应速度快得飞起。今天用测速插件带大家看一看该线路的硬盘情况。先购买一个1核1G 的最低配置，就算是最低配置也可以满足大多需求。这里我们稍微加点速，可以看到这个速率也是非常优秀，日常跑业务、搭网站、做测试完全不会出岔子。而且因为新加坡服务器刚刚上线，浪浪云还推出了续费优惠，首年爽，续费也不心疼。需要新加坡服务器的朋友现在冲就完了。